大家好，我係 Leo，歡迎返嚟一周時局的啟示。今個星期係唔係好多人都喺諗緊個市點解時升時跌，搞到人心惶惶？其實呢，市場本來就係咁，高高低低先係正常。今日我哋就快快睇下今周發生咗咩大事，然後重點講一個我認為投資路上最重要嘅話題，就係心態。首先，照例要講免責聲明，今期所有內容純屬個人分析同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任何投資決定，請先諮詢你嘅持牌財務顧問。投資涉及風險，過往表現唔代表將來回報。好，入正題，今周3件大事我快快講完。第一件，日本突然出手干預匯市，日元對美元盤中飆升超過 3%， 彭博美元指數錄得6個月以來最大跌幅。美國財政部長貝辛特仲公開話，日元嚴重低估，市場解讀係美方默許日本出手，呢個係一個重要信號。日本政策轉向嘅序幕可能已經拉開，持有日元資產嘅朋友要密切留意。第二件，微軟業績爆炸性，股價飆升 16%， 單日市值暴增4500億美元，係個股歷史上最大單日增幅，創咗個新紀錄。費城半導體指數都跟住大漲，不過蘋果就喺盤後跌咗，中國區收入低於預期。仲有一個值得留意嘅消息，有個 AI 對沖基金資產由高峰暴跌， Citadel 趁低接貨。 AI 概念股嘅波動性係真實存在嘅，唔好以為 AI 就一定係穩賺。第三件，美國 GDP 增速得 1.5%， 低過預期，但通膨降溫，核心 PCE 6月份環比只升 0.1%， 降息預期升溫，呢個係軟着陸最理想嘅劇本。增長放緩但唔衰退，通膨降溫但唔通縮，對債券配置尤其有利。好，3件大事講完，依家講今期重點。投資路上心態決定成敗。我想問大家個問題，如果你嘅投資組合突然跌咗 30%， 你會點做？好多人以為長期投資係一條直線向上，但現實係標普500由1929年升到今日超過7400點，中間經歷咗10次重大股災。1929年大蕭條跌咗 86%， 科網泡沫跌咗 51%， 2008年次貸危機跌咗 58%， 每一次都令人覺得呢次真係完咗。但每一次標普500都最終創出新高，命中率 100%。 歷史話俾我哋知，股災係常態，唔係例外。過去90年平均每9年就有一次，如果你打算投資超過10年，幾乎肯定會遇上至少一次。問題唔係會唔會跌，而係跌嘅時候你喺度做咩？好多人唔係選錯股票輸錢，而係喺最黑暗嘅時刻恐慌離場，錯過咗之後嘅反彈。2020年新冠疫情個市跌咗 34%， 但2個月後就創新高，之後更加升咗 70%。 嗰時候離場嘅人係真係輸大咗。我嘅建議係3點。第一，提前設定自己能承受嘅最大跌幅水位，例如 20%， 跌到嗰個水位唔好恐慌離場，按計劃行事。第二，保持3至6個月生活費嘅現金緩衝，確保市場下跌時唔需要被逼喺低位賣出資產。第三，每季度檢視一次，唔好每日盯盤，減少情緒化決策，讓時間同複利為你工作。記住，市場獎勵嘅從來都係耐心，而唔係聰明。如果鍾意我呢類短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下次就唔會錯過新出嘅一周時局啟示。我係 Leo，下周再見。